思覺失調症的患者可能會出現幻聽、烏白亂想這症狀，常常讓人誤解講抓準是人格分裂。不過醫生也指出講，這是完全無同款的兩種病。思覺失調症的患者會當透過藥啊控制病情，恢復正常生活。那對這思覺失調症有一寡負面的講法，可能會致使患者唔敢去予治療。醫學會就建議政府要強化大眾的身心健康教育觀念，讓社會對精神疾病有正確的認識。怎麼會有一個長相一模一樣的人出現在我面前？有思覺失調的患者講，常常會聽到幻聽、烏白想，嘛影響到生活。有醫學會針對思覺失調症做一份認知調查，發現15歲到45歲的民眾有9成攏捌聽過這個病。嘛有真儕人抓準講思覺失調症是人格分裂。醫學會強調兩種病完全無同款。思覺失調症是荷爾蒙失調、遺傳等等的因素，造成大腦思考、甲知覺功能運作有各樣。讓社會大眾認識精神疾病，然後及早的辨認出來，協助他們就醫，甚至是避免因為污名化而妨礙他們持續的醫療跟社區的一個精神復健。醫學會指出，思覺失調症較常發生在青壯年的階段，不過社會污名化，常常讓患者愈唔敢找醫生治療。伊嘛建議政府要強化社會大眾的身心健康教育觀念。有醫生強調，確診了後的2年到5年內是治療關鍵期，除了食藥啊治療，袂當用注射的來控制病情。光針劑只是穩定症狀的第一步，你症狀穩定了以後，你功能要提升。你功能要提升的部分的話，就是要訓練，你要訓練，要參加活動、參加課程，你失去的功能才會慢慢的再長回來。醫生指出，穩定症狀是頭一步，嘛建議患者會當透過衛福部設的心理衛生中心上功能訓練課程，協助患者恢復穩定的生活。記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報道。